一換購1000蚊捉金金，純捉金999，正規鑑定，假一賠10。點擊鏈接填資料就換到啦。媽，你舉住手機成日，隻手指成日喺個鏈接上面喐嚟喐嚟，做咩啊？你係咪覺得1蚊換1000蚊捉金金豬好抵？但呢個太離譜啦，邊有咁大隻數執啊？千祈唔好點，萬一係騙子鏈接，偷咗你資料就慘啦。大家提高警覺，呢種1蚊換購金豬鏈接係詐騙，千祈唔好填個人資料，千祈唔好信同點擊轉發，提醒身邊人。呢件事嘅關鍵係要有資訊素養，資訊素養係具備資訊辨位、篩選、高效運用能力，同時規範自身網絡資訊行為的綜合素養。我們要辨偽防騙，才能護航個人安全。要識別虛假資訊、網絡謠言，避免被誤導，同時還要防範釣魚鏈接、詐騙內容，保護財產與隱私，學會高效取巧，助力理性判斷，精準篩選高質量資訊，規避無用信息浪費時間，識別資訊來源可靠性，不盲目跟風，不隨意傳播，運用優質資訊輔助學習、工作與生活決策。正向網絡價值觀係誠信為本，恪守網絡底線，不製造、不傳播虛假資訊與謠言，尊重他人嘅私隱，不泄露、不濫用他人嘅信息，規範言行，不發布辱罵、攻擊性嘅內容。仲有就係理性要客觀、友善溝通，面對不同觀點，冷靜看待，不衝動爭吵，不大節奏，不引戰，拒絕網絡暴力，以平和態度交流，包容多元聲音。最後係要主動承擔責任，傳播網絡正能量，主動分享積極有價值的資訊內容，自覺抵制低俗、惡俗、違規信息，發現不良信息時要主動舉報或遠離。總括嚟講，資訊素養係防風險、提效率嘅核心能力，不可或缺嘅係正向網絡價值觀，係個人行為準則，需主動實行。人人參與，從細節做起，才能打造安全陽光的網絡環境。